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说吧，有何遗言？我隐瞒病情，是担心引起恐慌，造成混乱。荒谬！皇宫安危、宫廷法度岂是儿戏？胡大人，此女巧言令色，挑唆人心，应立即焚化。冯大人所言极是，必须严惩。吴院判、冯院判，苏叶豆已结痂，已有痊愈之效，为何还要依宫规火烧焚化？我等习医之人，本当悬壶济世，难道在这皇宫之中，人命竟然不及一纸宫规吗？吴大人，您身为医者，当真能弃人命不顾，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容泽兰，休得诡辩！宫规森严，岂是你能智慧的？自古以来，只要发现瘟疫，就立刻火烧深埋，防止瘟疫蔓延。如若我放了你，导致痘疫扩散，谁担得起这灭顶之灾？列位皆是幸运中人，你们当真认为这草菅人命的规矩合理吗？痘疫虽恶，但只要精心调治也可治愈，为什么不尝试着治一下？一个染病烧一个，10个染病烧10个，那100个、1000个呢？全都烧死吗？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被烧死，也不尝试着救一下，大家对得起身上这身医官服吗？皇上，凌霄觉得容医师说的对，身为医官，我们应该努力救治。这瘟疫虽然可怕，但我们不应一味只是逃避，一烧了之。如若救治成功，积攒了宝贵的救治经验，也是利国利民、造福百姓的善举啊！凌霄恳请皇上给容医师一次救治的机会，凌霄会亲自看着他们，确保他们不出隔离的房间一步。如果救治失败，凌霄定会亲自把他们付之一炬，确保众人安危。就是闭嘴！宫规不可违，点火！住手！容泽兰，这才几日，你怎么又闹出事来？你可知质疑宫规是何罪名？回皇上，奴婢知晓，但奴婢所言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。哦，皇上爱民如子，以仁德责备苍生，岂忍见无辜者横死？长此以往，百姓将如何议论？百姓定会唾骂太医院众人见死不救，看皇室视人命如草芥，更会议论连皇上身边治病救人的医者都要被烧死，这天下还有何处是安身之所？皇上，他这是危言耸听啊！皇上明鉴，边关浴血的将士，乡野耕作的农夫，若听闻皇上弃医者于火海，岂敢再托生死于朝廷？孙先生千金方有语，人命至重。皇上以仁政治天下，若开此先例，100年后史书将会如何书写？恐会说皇上为保宫闱安民，不惜自毁仁德之名。大胆！皇上，他这是要挟您呐！奴婢万死不敢要挟皇上，奴婢只是忧心，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朝堂之上的御史言官、天下学子的口诛笔伐，定会让皇上的圣明蒙上尘埃。倒是个伶牙俐齿。宫规虽严，亦是为社稷安危，朕岂会以众人命换一人活？如此说来，皇上以为弃医保众乃天经地义。社稷如巨舟，行于惊涛，必须重负。朕若因一人之命，陷万千臣民于疫病水火，才是有负天下苍生。一介医师，安知治国权衡？皇上以州御国，却不知州之根基在于万民。若保州而弃子民，他日民心尽失，纵有千军之力，亦难渡沧海。大医精诚，医者守人心，皇上守天下，难道不该比医者更惜人命吗？你确定你能治好这痘疫？奴婢确定。
皇上，万不可轻信，荣泽兰并非医官，就算是医官，也无十足把握。他只是一介医士，他没有治病救人的资格，更没有治病救人的经验。不过是为了保命，信口开河呀，皇上！皇上，奴婢恳请携苏叶于厢房内隔离治疗。若10日内，奴婢未治愈这窦翳，奴婢愿以死谢罪，绝无怨言。若10日之后，奴婢治愈了这窦翳，则天下就多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方，而皇上人心广济的美名也将能传遍天下，万民颂德。皇上，此乃两全之策啊！皇上，奴婢愿以身试药，要是能为百姓做些贡献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好，那朕便给你10日。谢皇上隆恩。荣泽兰，你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人，为什么会问弃医保重的问题？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苏叶患了窦翳，宫规规定，凡发现患疫病者，立刻火烧深埋。我不打算上报。宋大人会告发我吗？你可有把握治好他？有，但我怀疑此事是有人故意设计，目的是为了除掉我。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发现这件事的？是。宋大人既已知晓此事，那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想让我如何做？我有一计，虽危险，却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需要宋大人在我得窦翳被人发现之时，将皇上请到太医院来。此事很难，所以我才会拉宋大人入局。我相信大人你一定可以。此外，我还想请大人帮我3件事。其一，想请大人帮我确认同寝室的周宁与孙玉是否被感染。其二，我需要治疗窦翳的药。其三，还请大人想办法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与苏叶隔离的厢房。我怎么每次都会被你算计？泽兰，快把药喝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，苏叶，我们定能闯过这一关的。泽兰，今日听了你跟皇上说的那些话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苏叶，如果我撑不住了，你要记得，要按照我教你的方子配药，继续自己喝。记住，以后一定要为自己活，要为这身医术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要为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像男子一样出人头地的女子活。泽兰，我懂了，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10日期限已到，荣泽兰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冯大人，你这是？宋医官为何在此？下官奉吴院判之命，负责为荣医师提供药材。倒是冯大人，为何来此？荣泽兰，
治疗斗役期限将至，本官特意前来查看情况。若仍旧疫病缠身，本官便依照公规，即刻将他二人就地处置。荣泽兰当日与皇上约定的是10日，距此还有半个时辰。冯大人，你是否过于着急了些？哼，这屋内毫无动静，说不定人早已身亡。宋大人为他争取这半个时辰，难不成还指望荣泽兰能在半个时辰内死而复生吗？下官信与不信不重要，我宋凌霄只知道抗衡时辰。哎呀，宋大人，时辰已到，还不让路吗？荣泽兰，你当真败了吗？看来我们医者仁心的荣医师治好了别人，自己却又要让冯大人失望了。2等医师荣泽兰不负众望，治好斗疫，并研发新药，从此斗疫可防。好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多免了。朕听闻荣泽兰已经病愈，还研制出了治疗斗疫的方子。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臣已为2人诊脉，皆已痊愈。好，荣泽兰，荣泽兰阻止疫病蔓延，研制斗疫破解之法有功。朕今日便破例晋你为1等医师。奴婢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恭送皇上。阿娘，兰儿终于成了1等医师，以后兰儿可以随便进出脉案室查看脉案了。兰儿一定要找到你被冤枉的证据，替你平冤昭雪。恭喜！泽兰多谢宋大人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谢，不如以身相许啊。我开玩笑的。泽兰，今晚我们吃什么呀？要不我们去吃些好吃的去？哟，这不是苏医师吗？如今学会摇尾巴了，可真是条好狗。既然这么爱跟在人后面伺候，那就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了。你没有手啊？自己不会洗吗？苏叶，你怎么敢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孙医师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我乃皇上亲封的1等医师，你这一巴掌落下来，按公规该杖责20贬去吉安府。助纣为虐者一并论处，
二位可是也想去吉安所听一听棺材里摇指甲的声音？容易是息怒，容易是息怒。若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童女，我定让你们知道这一等一式的印信可不是摆设。是，比赛也不敢了。滚！紫兰，我终于敢和别人说不了，谢谢你。阿娘，兰儿从荣家到太医院，走了整整10年，而今，兰儿终于可以看到您当年在宫中经历的真相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事？是什么人陷害了你？这个人不管是谁，兰儿都不会放过他。兰儿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，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武佑元年，太后于生辰宴突发哮喘，并伴有畏寒之症。荣六氏茯苓私自诊断，太后急症为寒哮。荣六氏以白芥子、盐胡索、细辛、干碎药粉和姜汁于丝帕，供太后嗅之。在太后病症稍有缓解之时，当值冯医官赶到，认为妇人之间难登大雅之堂。自古以来，医道皆为男子所掌，女子插手不过添乱罢了。最终，荣六氏茯苓因耽误太后病症，罚杖责80，赶出后宫，以儆效尤。母亲的诊治与用药明明无误，只因身为女子，打破了所谓女子不能行医的规矩，就被无端猜疑治罪。这世道何其荒谬！原来荣医师所图是10年前的卖案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也是来拿东西的，并非有意窥探。既如此，大人请便。荣医师，既然已经得偿所愿，为何看着还是不开心啊？我母亲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救治他人，却因女子无才，便是得的迂腐规矩，被诬告为庸医，送至刑部杖责而死。宋大人身为7尺男儿，享受这世间诸多尊荣，你可知道这世间对女子有多么不公？这世道对女子的偏见由来已久，千年礼教积重难返，不是一朝一夕可破的。难破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我便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
我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子习衣不输男子。我一定要为母亲昭雪，打破这世间女子不得从衣的烂规矩。我容泽兰今日立誓，从今往后拼死一搏，打破常规，定要凭自己的本事，成为大梁国的第一个女性医官，登上姓名顶峰，掌握话语权，届时于朝堂之上为母翻案昭雪。荣医师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我宋凌霄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荣医师，苏叶出事了。苏叶，苏叶，苏叶，畜生！谁让你们下死手的？苏叶，苏叶，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弄残宁贵妃的衣裙，是有人故意绊我的。我说了，可是贵妃不信。我好不容易才学会说不，我还想像你一样，可是不行。苏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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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叶。苏叶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苏叶的命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柔妃急召，太后奉体前案，速随我去出诊。终于有机会见到太后。是。哀家说过别靠近哀家，听不懂吗？微臣参见太后。哎呀，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，又惹太后不高兴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站住！别过来！这是臣妾特意寻来的百年人参，最是滋补身子。有心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哀家没病。太后，就让吴院判给您看看吧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了好了，哀家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，没什么事，都下去吧。太后，奴婢听闻皇上极为孝顺，您如今身子不适，若是讳疾忌医导致病情加重，皇上定然忧心不已。奴婢斗胆，恳请太后让吴院判为您诊脉。这小医士，哀家之前怎么没见过？回太后，之前的医士调走了，这是刚来臣身边的荣医师，也是钟老的徒弟。你是柳福陵的女儿，当年你母亲就不安好心，如今你也想来害哀家。太后明鉴，奴婢自小研习医术，立志治病救人，绝无害人之心。
后，既然您不喜他，那便逐出宫去，省得您生气。好，就依柔妃所言。太后娘娘，当年奴婢母亲与您之事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住口！竟敢违抗太后旨意！奴婢恳请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来人，还不赶快拉下去！太后，太后娘娘，奴婢请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我得想办法留在宫中，若是被赶走，还怎么可能为母亲翻案？这不是容大一事吗？本以为你是飞上了枝头，没想到是要被赶出宫去了呀！真是笑话。哎，容医师，听说你母亲是罪妇，你进宫该不会也是想学你母亲一般，谋害后宫里的贵人吧？我母亲清清白白，从未谋害过任何人。你们要再敢多说一句她的坏话，小心我撕烂你们的嘴！别忘了，我一日未走，便还是一等一事。孙医师和周医师，你们是忘了我上次的教训了吗？荣泽兰，你少吓唬我们了！你都要被赶出宫去了，还耍什么一等一事的威风啊？你母亲若是清白的，怎会因此被杖责赶出宫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！我看你是又想死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太后病重，皇上下旨，太医院救治不力，要全部押去太后寝宫接受处罚。一群废物！太后沉疴数月，如今越发严重。现如今你们一个个连病症都查不出来，这药你们有何用？回皇上，太后原本慈祥温和，如今脾气暴躁。刚才臣欲给太后诊脉，这不又被打了出来。微臣无能，一直未能给太后诊脉治疗，请皇上赐罪。冯大人和吴大人轮番上阵，都被太后赶了出来，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啊！若今日还不能查出病症，这一定治你们的罪。当时太后寝殿内，除了熏香，一直有一股若有似无的异味，且太后心情大变，又不许旁人近身，难道太后的病是？皇上，奴婢容泽兰或许可以诊断太后是何病症。还有办法？容泽兰，此话当真？回皇上，容泽兰她是忧心太后病情，她只是一等一事，还不能担此大任。容泽兰，小心你小命，给我闭嘴！皇上，奴婢眼下已经有了一些推测，如需准确判断，还需近身为太后诊断，方能确定。容泽兰，倘若你诊断不出太后的病症，你可知后果？奴婢知道。皇上，太医们以君臣之礼给太后问诊，太后碍于身份难以松口。容易是身为女子，心思活络，臣以为不如让她一试。容泽兰，如若今日你查出太后的病症，重重有赏；他若查不出，太医院涉事医者全体治罪。这怎么行啊？怎么能把身家性命交于一个医师之手？太医院没人了吗？一个女子竟然要登堂作诊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各位医官们，如果不服，可以站出来进太后寝殿试上一试。容医师此时挺身而出，并不是为了抢你们的风头，在本官看来，他是在救你们的命。就这么定了，容泽兰，你进殿去吧。谢皇上，奴婢一定会尽力一试。你怎么还在宫中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
太后息怒，奴婢一心为太后治病，求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哀家不需要，出去！奴婢想给太后讲一个故事，若太后听完仍旧不愿，奴婢立刻离开。谁要听你的故事？奴婢曾听闻，江南有一富贾之家，家主之母染疾，却讳疾忌医。家主仁孝，整日忧心于母亲病情，无心理事。短短数月，和府上下乱作一团，账房错漏百出，奴仆各怀心思，家中佃户也遭牵连，终日食不果腹。一个小家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一个国家呢？太后，您若凤体康健，皇上安，则天下安；您若凤体抱恙，皇上寝食难安，则波及的将会是朝堂上下和天下黎民。天下黎民皆为儿女，您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母后，不为自己，也该为您的儿女们着想。奴婢荣泽兰恳请太后接受奴婢的诊断治疗。请嬷嬷近前，奴婢有话想告诉太后。都退下吧。是的。他要是治不好，那我们不是都死定了？可不是吗？你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奴婢斗胆请问太后，您近来可有咳嗽、喷嚏，或闻流水之声时难控搜尿，甚至时有阴中脱物之状，且偶感排尿艰涩？放肆！你怎敢窥探哀家的隐私？太后息怒，奴婢有此疑问，皆因奴婢猜测太后所患病症为阴庭，此病非太后独有之隐疾，妇人10之8九皆有此病。此病多因生育子嗣后身体未能得到妥善调养所致。太后您身份尊贵，医应用度都是最好的，但您一生操劳社稷，忽略了身体的维护，所以才会患上此病。你所言当真？自然当真，此乃妇人常见之病症。哀家要强威仪了一辈子，如今却被这搜逆失禁困扰，实在难堪，这才不愿让他人知晓。太后您放心，只要细心调养，积极治疗，是完全可以康复的。只是奴婢还需近身为您诊脉，方可确定您患的是否是阴挺之症。你上前来吧。太后，您所患之病确为阴挺，病症根源已明，待奴婢将详细诊断告知吴院判，吴院判定能将您的病治好。奴婢先行告退。且慢，此病虽为妇人常见之症，但男女有别，如此隐私之事，哀家实在难以接受男医官的问询和治疗。太后，奴婢只是随诊医事，本不该多言，但奴婢实不忍太后受此煎熬，
奴婢有一提议，不知太后可否接受？什么提议？你快说来听听。太后之症重在温补，可用艾灸温通包宫，配合五禽戏调和气血，再辅以阿胶、当归羹进行食养，或可医治。如若太后愿意信任奴婢，奴婢愿为太后一试。哀家听闻，你曾治好了公主的一时之症，也曾化解宫中的斗疫之危。你当真这次有把握？奴婢会尽力一试。那哀家便信你这一次。皇上，哀家已决定，往后哀家治病调理之事，就全权交由荣泽兰负责。母后，此话当真？太后三思啊！您是千金之躯，岂可交与一个医士？使不得呀！还请太后容臣等为您把脉医治。哀家的病症，轮不到你们智慧。皇上，太后，荣泽兰不过是知晓一些浅薄医理的医士，怎能为太后调理病症呢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皇上，此事确有不妥。如若必须荣泽兰治疗，臣愿一同从旁协助。都给哀家闭嘴！哀家心意已决，往后只要荣泽兰。荣泽兰，太后交由你调理，若有好歹，你当如何呀？荣泽兰，太后是朕的母后，对朕无比重要。若太后经你调理有任何闪失，你要知道，你荣家满门抄斩都不足为过。若你治好了太后，你要什么，朕都重重有赏。奴婢愿立生死状，只求皇上、太后恩准。如若奴婢调理好太后，就允奴婢留在太医院。准了。谢皇上。见过柔妃娘娘。听闻荣医师对医药颇有研究，本宫就想找荣医师特意制作一款安神香。此乃西域进贡的冰髓香料，皇上御赐的。荣医师挑选合适的药材，就用它为本宫制成安神香吧。启禀娘娘，奴婢虽为一等医士，却只有随诊资格，并无制药权，制药由医官们操办，还请娘娘另寻良医。放肆！荣泽兰，本宫好意相托，你却推三阻四，莫不是记恨本宫先前赶你离宫？奴婢不敢。医师擅自制药有违宫规，定会被驱逐出宫，还请娘娘体恤。若无其他事，奴婢便先行告退了。站住！荣泽兰，本宫是在命令你，若是拒绝，那便是以下犯上，本宫照样可以将你逐出宫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便试一试。此事还请娘娘为我保密。你这宫女手如此不稳，损毁御赐冰髓香料，该当何罪？奴婢该死，求娘娘饶命！既然娘娘有公事要处置，那奴婢先行告退了。哎，泽兰。吴大人，这几日太后病情可有好转？回大人，太后已经有明显好转，再按照现在的方子继续调理一段时间，想必很快就能康复。如此便好。这几日你辛苦了。这是奴婢应尽之事。
太后越来越赏识荣泽兰。如果荣泽兰把冯音散布疫病的事捅上去，那冯家可就完了。除掉了苏叶，下一个就是你。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得死。太后娘娘，后日宫宴，这是上宫局送来的首饰，您瞧瞧。丫头，你过来，帮哀家看看。宫宴，哀家戴什么合适？这么多首饰，看得人眼花。太后那身月白云锦裙，与这只金身步摇最为相宜。这蝴蝶流苏，衬着您更显贵气。年轻就是眼尖，就它了。这段时日辛苦你了，哀家夜里总算能睡个囫囵觉了。把那只翠羽簪子拿来，给丫头戴上试试。太后使不得，奴婢做的都是分内之事。再推辞，哀家就要恼了。谢太后。你这么聪明，入宫怕不是只为了行医吧？奴婢不敢欺瞒太后，奴婢确有私心。奴婢想查明当年母亲谋害太后事情的真相，但奴婢绝无危害太后之意。傻丫头，你这段时日对哀家尽心尽力，哀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你是个好孩子。这几日啊，哀家也时常回想10年前你母亲给哀家治病那事，回想起来，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太后娘娘，奴婢母亲一生积德行善，绝无可能谋害您。奴婢查过当年的脉案，母亲诊治之法皆为医书上的正统良方，绝无半分差池。太后娘娘，您当年昏迷不醒，此事一定另有蹊跷。当年之事，确实疑点重重。若有人胆敢在皇宫设局害你母亲，定然是你母亲窥探到了他人的私密，就连哀家也被牵扯其中。其中的盘根错节，怕是牵连甚远。你若想好好在皇宫中活下去，就莫要再提此事，明白吗？此事如履薄冰，可身为女儿，如若不能为母亲洗刷冤屈，余生将寝食难安。太后，奴婢一定不会莽撞行事，请太后娘娘放心。罢了，记住，人活着才有希望。把那只金钗拿来给哀家戴上。是。瞧瞧，年轻就是手巧。听说了吗？太后宫里传出来的趣事儿。什么趣事儿？我听说太后老糊涂了，现在还不如3岁孩童呢。听说太后整日尿裤子呢，如今尿都憋不住了。真的假的？要是真的，可真让人笑掉大牙了。你们狗奴才，竟然敢妄议哀家！
母后，母后，你醒醒啊！母后，母后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太后为何会晕倒？皇上，不知荣医师用了什么治疗法子，太后在御花园走着走着，突然便口吐鲜血，晕厥过去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荣泽兰，你太令朕失望了！来人，荣泽兰给朕拖出去！明日午时3刻，斩首示众。皇上，不是这样的。住嘴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皇上，荣医师向来尽心尽力，此事必有隐情，求皇上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把实情说清楚。住嘴！谁在求情？一并处置！拖出去！皇上，皇上明鉴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荣医师，宋大人，太后醒了吗？没有，非但如此，当时在场的2名宫女事后都异常坠湖而死。后宫流言四起，都在传太后性情异常，是因为年老体衰，连最基本的生理之事都无法自控。谣言甚是难听，说什么老废物，连尿都憋不住，丢尽皇家颜面之类的。这等谣言如此不堪，背后必定是有人在精心策划。我觉得幕后之人可能是想通过刺激太后，让太后病倒，来嫁祸给我，把我赶出太医院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逞。当务之急是要让太后赶紧清醒过来。吴大人各种办法都试过了，没用。宋大人，我会千金定破针，此针法对气绝之症有奇效，或许我可以救太后。千金定破针，那不是你们荣家传男不传女的秘技吗？你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宋大人，我需要你帮我争取给太后施针的机会。好，我去皇上那陈情，争取让你施针。行刑前，我必定救你出去。多谢宋大人。不必言谢。如果你实在要谢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。救命之恩，当谢。皇上，臣医术不精，未能唤醒太后，臣罪该万死。皇上，臣有要事禀告。说，荣泽兰身怀千金定破针绝技，或许可以唤醒太后，恳请皇上暂缓清醒。又是他，荒谬！荣家针法传男不传女，太医界女流如何习得？皇上，分明是拖延时间的诡计。是啊，皇上。这位医师之前就被太后厌弃过，不可轻信。皇上，太后病情危急，待太后苏醒后，再惩治荣泽兰也不迟啊。皇上，臣虽存疑，但眼下别无他法，恳请皇上恩准。皇上，荣医师平日里照料太后尽心尽力，还请皇上开恩。宋医官，你屡次3番护着这个荣泽兰，莫不是之间有什么私情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宋医官如此维护一个医士，着实令人费解。荒谬！皇上，臣与荣泽兰绝无私情，臣之所以为他求情，皆因臣担心太后的病情，唯恐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啊。带他来。臣领旨。
中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大人，人被送去行刑了。谁让你们擅自把人带走的？小弟也是奉命行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看谁还敢上来找死！太后手动了。母后，你感觉如何？都出去，别靠近哀家，出去！母后，都出去！哀家只要荣泽兰留下。母后，可是荣泽兰她治疗失误啊，与他无关。回皇上，太后许是听闻了什么传言？传朕旨意，3日之内将造谣者全部揪出，统统处死，一刻不留。是。算了，随他们说吧，他们又没说错。太后娘娘，您可知古时候有位女将军，名为妇好，她征战四方，主持祭祀，但也因生育落下病根。可其父武王与其子祖甲从未嫌弃过她，反而助尊纪念。甲骨卜辞至今仍记着“妇好免家”，这是世人对她的敬重。太后您也一样，诞育子嗣，操劳后宫，孕育出皇上这般贤明的君王。世人提及您，皆会尊敬您、爱您的。皇儿，哀家这把老骨头，终究还是让你操心了。母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为儿臣，为这江山付出了多少，儿臣都记在心里，看在眼里。儿臣只恨自己从前不能替您分忧。母后，从今往后，儿臣一定要尽心全力地保护好您，绝不让您受任何委屈。太后娘娘，世人皆由母亲孕育而来，为繁衍生命，天下的母亲都九死一生，落下一身疾病。作为母亲的，何错之有？您何苦要为此羞愧呢？应当羞愧的是那些拿生育之急当笑柄的无知浅薄之徒。罢了，丫头，这次若不是你，哀家怕是真的不想活了。你不仅会治病，这张小嘴儿啊，还会说些暖人心的话，难为你了啊！宋凌霄、荣泽兰，上前听赏。你们2人齐心协力，不仅救治了太后，还把太后的心结给打开了。荣泽兰继续留任太医院，任1等医师司药。宋凌霄赏御前1品，督官监察御书房行走。谢皇上，谢太后，奴婢
定会竭尽全力步入皇恩。荣泽兰，是我小瞧你了，又让你逃过一劫。太后今日平退众人，屋内的熏香也比往日更加浓郁。荣泽兰诊脉时情旨独流，太后竟然应允了。在这深宫之中，若有什么病症需要隐秘的，非妇人隐疾莫属。那熏香怕是未言异味。好一个荣泽兰！你去把太后的病情散布到后宫各处，记住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是。房大人的手比往年更稳了。娘娘金尊玉贵，臣自当尽心。荣泽兰这段时日3番5次死里逃生，此番又得到了太后的青睐，臣是担心会坏了娘娘的大事。怕什么？他想往上爬，咱们便给他一个告知。大皇子妃临盆在即，这便是最好的时机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见难产，除了他。他迟早会知道，本宫就是当年害死他母亲的凶手，一定会借机会来寻仇的。如今他攀着太后，也不过是想要更多的人支持他罢了。他想往上爬，皇家血脉便是他最好的登高梯。只要他介入大皇子妃的生育之事，你便设法让胎儿出问题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断了大皇子一脉的香火，二来也能解了他这个心腹大患。娘娘妙计。娘娘放心，臣一定替娘娘办好此事。为了娘娘和二皇子的未来，臣万死不辞。